这是我们跟荷兰在台办事处以及文化部、台北书展基金会以及荷兰建筑事务所 MVRDV 共同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原本是在台北书展，然后有一个荷兰主题国展。那这也是台北书展的这个展览第一次移师到这个其他县市来做展出。自从1624年这个荷兰人到台南建立了这个热兰遮堡以来，那让台湾正式的迈入国际贸易的一个版图。那所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所以今年台北书展也特别将荷兰定为一个主题国。策展的一个理念大概就是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那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因为这大航海时期有许多的制图，所以当时有留下了许多航海的地图。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稍微找到一些台湾的踪迹。那所以在第一个展区呢，我们是介绍1624。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展览主要是要呈现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外面呢，就是呈现了8位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包括他们最畅销的作者，以及甚至有一位是荷兰的汉学家。那未来呢，其实就是儿童，所以在未来这个展区呢，展出的就是他们的一些亲子的绘本，那以及儿童的文学家。那在这一圈里面，我们也介绍了许多的荷兰当代的一些文学的绘本作家。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书展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其实主题展这从来没有移展过了哈。那因为今年主题展其实是荷兰展哦，那台南400其实反映的其实是台南跟过去的历史其实跟荷兰有很深厚的关联哦，所以其实是我们有共同交织的历史。然后我们同样是海岛的国家，然后这个重视科技发展的城市，那以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环境永续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其实荷兰馆跟台南400有很深的可以彼此对话跟借鉴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移到总图这边来。那希望对于荷兰这个国家有兴趣的市民朋友，或者对于台南跟荷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集的民众呢，能够在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来来看待、来欣赏、来参观我们这个荷兰馆的展览。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5月20日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新总统上任，上午议会总结时有2位议员解书面就蔡秋兰当面向市府争取建设，其中包括因应货柜要求水利局在下半年尽速将将军山卡大牌玉山段的土地收复，以及嘉义信义国小的厨房老旧必须要先起积极向教育局签名。为了沿海北门区一拄着雨季相对的较烦恼，议员蔡秋兰就指出，为了将军山卡大牌玉山段只做一半已经坑灭2档，其中荷花土地已经破损头坑严重，要求水利局600万的工程经费在下半年要尽速处理。对此，干务局嘛当场答应。山子桥的大牌伫迄玉山段吼，已经咱做一半。搁一半拢足严重的，你有看无？拢有够严重的啊！所以即摆里长甲乡亲拢会想讲，雨期若到，你若搁放了规个搁淹水就害啊！所以局长，这个我们要尽快去把它修复修缮，因为尾仔即阵的钱无偌济啦，600几万尔。对咱水利局来讲是真简单的代志啦吼。山子桥大牌玉山段这个跨度8米啦吼。计划嘛差不多9米左右，所以跨度是差不多。但是即马就是讲伊迄个土地啦吼，土地较会放啦。头拄仔二组你咧讲的就是讲，这土地较会放，惊讲迄个余温吼，若去放鱼会去走出来安尼啦。对啊。所以原则上是安尼啦。头拄仔二组你交代啊，咱就下半年咱来筹措经费来甲处理安尼，好无？
除了水利工程，议员嘛进一步关心嘉义区信义国小的厨房老具已经无符合现况的使用，预估4700多万的预算，除了透过立委陈廷辉向中央争取，嘛要求市府关心便利配合看。你也看，迄种旧式有迄楼梯，你要撒去着营养午餐，要撒啥拢足无方便，而且你边仔迄种老旧，吼，我寄望讲局长，你有机会，你来看一下，因为阮即间信义国小真的小而美啦，会使讲校长嘛足用心的，甲咱所有的绿美化做甲足水，真正值得我们去甲伊关心一下，因为这个经费是一条讲大条嘛，无大条啊，4700几万啦。哦，局长，做伙来关心。感谢议座吼，咧关心学校这个午餐迄个供应。当然，这间学校毋是央厨，啊，毋过可能阮有一个历史啦。啊，阮大概这3档来吼，阮补助伊大概将近100万吼。当然，这场地的部分吼。迄经验确实有较济，啊，毋过来当做伙吼，甲迄个中央咯，争取即个经费，啊，配合看的部分，咱甲来想办法。已经7连8议员蔡秋兰，虽然民进党籍，毋过议会党团则是家己无党联名运作，伫地方实力坚强。3月涉嫌诈领助理费议案，地检署嘛以无起诉处分，刑以清白。台南新闻军籍林银光采访报道。立法院17号爆发冲突，大批支持民进党的青年嘛组织声援，被称作太阳花2.0。20号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甲部分年轻助理举行记者会，除了考试太阳花已经2.0，青年面试赶紧来，嘛呼吁民进党唔通去利用少年的单纯，做家己阿白盾牌。总统赖清德上任新团队成员上一人主谋，就是10当前太阳花学运的主家林非凡，佮升任国安会副秘书长。对此议会国民党籍议员蔡中和等人，甲林非凡共一位年轻助理共同出面。以17号立法院冲突，民进党号召青年抗议来比如成太阳花2.0，除了考试林非凡替民进党政做靠山，一路对9万的薪水到11万，现在阁升到20万，互想要面试的毕业生参考。嘛进一步提醒少年人爱觉醒，唔通变成护航部队，因为林非凡只有一个。前几天17号本来是立法院内部的纷争，那谁知道民进党却不按牌理出牌，号召了特定的青年到立法院，企图引发大乱斗了哈，希望可以仿照太阳花事件一样2.0，利用特定的民众的暴动来逼非民进党团的一起来屈服。那当天确实有很多人到现场，可以说是这个场面就是太阳花2.0。当然，规模比当年小了很多了。大家也知道，目前在后任为国安会副秘书长的林非凡，也就是太阳花1.0的参与者之一。这个09万的这个称号，现在可能有未来会涨薪水了，改叫020万啊。所以我们一起来挺太阳花，每个月让你有20万爽爽花。各位要参加的朋友，赶快来参加。我应该是跟林非凡他们同一个世代了哈，从林非凡啊、赖品妤啊、沈伯洋到现在的沈伯洋，现在就可以证明说，手持民进党政就是年薪200万的保证吗？我们也想要有这样子的待遇啊，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是一步一脚印的这样走来哈。像我们现在国会在审的是8年前你们所提的法案，8年后再审就来反对，有什么理由和要反对？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嘛。10年前的太阳花，那时候是因为立法院他们在讨论或在送案的时候，资讯没有像现在这么公开。现在每一场的立委在咨询，他们在送条文，在做任何决议的时候，院长在做决议都有直播，所以我们的 GOV 的网站都可以查到每一个法案、每一个法条在做什么。那这里到底哪里黑箱？跟10年前太阳花一样吗？我觉得非常的不一样，而且也没有任何心中的价值。我甚至怀疑这是不是所谓的职业学生？那也符合我们的主题，希望大家
带头的也许是职业学生，那在后面的所有的青年人们、所有的学子们，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大家真的要冷静一点。现在他居然是没当过兵，可以去当一个国安会的副秘，大家觉得这样子合理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大家每一个人的月薪都那么低，原来只要有一个绿色党政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年薪。我相信现在每一位年轻人应该都很想当09万。民进党成为执政党，结果个号召青年出来为政策护航，引发冲突到道理，交互民众判断。不过当年学运的影响，进入政府一路升官，成就高薪却是事实，不过互新世代青年有相对的剥夺感。台南新闻管及林英庚采访报道。前好果菜行头家陈建文少年因为学歹到处进出监狱，后来因为心灵感化行正路，现在靠家己的力量开果菜行，甚至不时办义卖来帮助弱势。对此，议员郑志杰对陈建文改革向善的心被感动，18号亲自搬一箱一箱的果菜水果来倒卖，要将义卖所得转属管予台南市脑性麻痹酒协会。还要买菜做公益哦！气魄十足的叫卖声，隐约感受出老板陈建文的兄弟愧靠。过去口袋里没有个5万不想出门的他，如今赚个5块10块就能让他很感恩，因为这都是清清白白的血汗钱。以前身上没有5万不出门啊，以前较袂晓想啊，拢歹叫弄动啊，即摆卖菜啊5块10块安尼赚足好啊。较早是做过啥物代志？就想会到拢做过啊，嘛浪费足久的时间啊。会从逞凶斗狠的兄弟郎改变成为脚踏实地的美菜郎，除了是因为家人的期望以外，另外一项助力就是受到圣巡堂金虎爷会神尊的感召所来，而且不止改变自己，周围的兄弟伴陈建文也希望一起将他们导回正途。就是因为虎爷会安尼看讲啊，做工嘛比佚佗较好安尼啊，周遭都是一些。看到以前的自己啊，就教因卖菜啊，看因来做正途安尼啊，有看家己较早兄弟做伙来做安尼。嘛有啊，嘛是拢拐转来啊，歹囝拢对阮咧卖菜安尼啊。议员曾之杰某次跑摊时，看到陈建文在路边义卖，深入了解后，被陈建文他们的善行所感动，所以这次特别亲自到场协助义卖，希望能够号召更多有爱心的朋友一起来关怀弱势。跑行程的时候路过，看到有一群年轻人在这边卖菜，我觉得很特别，于是我停下来跟他们聊了一下，后来发现呢是有故事的。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很值得被我们社会大众来了解、知道，然后再来肯定这些年轻人。在过去我们金好的果菜行的建文老板呢，过去比较年少轻狂，但是他看他的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所以他觉得他好像不应该再这么叛逆了，所以他决定来改变自己。那他也很成功的改变自己。那他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呢，他又发现，有很多少年跟他一样，也是这样血气方刚，比较叛逆一点，所以他就引导他们，所以才有今天这个金好果菜行。那金好果菜行里面的成员都是一些年轻人，那他们很正面，也很吃得了苦。在这个我们这个算是仁和路的路尾。这个金虎爷会门口在不定期的呢，会在这边贩卖一些蔬菜水果。那他们贩卖的水果都非常的亲民，最主要他们是希望说给社会大众一些正在叛逆的年轻人一个很好的示范。现在流水团队，尤其这几年来，因为疫情，所以其实很多的协会、弱势的协会都有受到一些幕横的冲击。所以真的需要大家用各种的方式来关心他们。所以谢谢之杰今天把这个平台接起来。这次的义卖总共卖出18000多元，这些善款也将全数捐给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陈建文说，青菜水果义卖的活动未来他也会持续举办，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多多支持，一起关心弱势族群。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
台湾文学馆的阿龙爆发设计抄袭以后，虽然两败好认，连厂商嘛发文提出证据，表明是原创，甚至讲是大陆画师甲抄的。不过现在态度180度转变，除了承认抄袭，要向厂商提告，18号嘛正式开记者会公开道歉。今年是2年，台湾文学馆找厂商替活动设计吉祥物阿龙，虽然告罪，也毋过确定是抄大陆画师同年弄来作品。台湾文学馆对不对？怎么可能再去抄一个大陆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承包商应该要检讨。去抄大陆的东西，就是觉得很奇怪，而且也很可耻的一件事。要为这次的事件致上最高的歉意。深深一击中，除了向原创作者回失礼，嘛向社会大众一个交代。因为配合着接到作品有抄袭的嫌疑，煞无进一步追查，假讲厂商驻店人员，搁提供假证据。11号，大陆原创作者打出家己的创作过程，发声指控。也毋过14号，厂商由员讲无抄袭，台文馆15号才开始调查。16号才承认，原创者要跨海来提告哈，那我想这个文学馆该负的责任绝对不会回避。107到113年的这个跟原厂商跟这个该厂商的这个采购案的资讯呢，我们会主动送交送请这个文化部的这个政风处，我们会对这个驻点人员还有这个厂商提出伪造文书、行使伪造文书刑事告发。厂商18号嘛再度发文回失礼，除了承认抄袭，嘛表示阿良图像是员工的小妹所提供，当作 P 图着无代志。即马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台文馆嘛甲厂商做解约，袂阁来往。但是新闻所发采访报道。今年台南市吧，同时嘛是双溪学院创立40周年。市府小局18号特别伫双溪娱乐中心办庆祝活动，现场除了颁证纪念的奖座，和14位超过20档的资深教师，加7位90岁以上高会所学员，嘛安排闯关加传承教学的手作活动，为长辈创造跨世代、跨族群的交流。台南市创立松博学院已经40周年，每一年开设2期专门为长辈规划的多元化课程。在新逢台南400这一刻，5月1号起更扩大举办艺文作品联展，来呈现学员们的创作成果。18号社会局更搭配传承教学手作和趣味闯关等活动，让不同世代的家族成员来一起互动学习。无论静态、动态，都充分让银发族有发挥的舞台，也让家属感触良多。可能拢袂活泼啊来遮，足活泼啊来遮，老师大家拢足好。所以对于他们的一些平常的生活身心的这个调剂，还有自信心的方面其实都很有帮助。而且回家之后其实有时候也会乐于把他所学到的这个跟其他的这些一些资质啊，或者是孙子们去做分享。我想这个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开元国小战鼓队的热闹开场，为庆祝松博学院40周年揭开序幕。副市长赵清慧在社会局长卢宇聪陪同，也一起颁证纪念讲座给14位超过20年的资深教师，感谢他们长期的付出。另外7位90岁以上的高龄学员，虽然得用辅具或拄着拐杖，也是坚持来吸收新知，相当难能可贵，亦接受终身学习楷模，场面相当温馨。爷爷看中间，爷爷。讲最高年龄的学员是101岁，好，所以这理处起来都都比我们的这个年次还低啊，所以也身体非常的硬朗。那也代表着我们老人家参与的这些社会活动，会让他的身体、身心灵都获得很大的帮助，跟我们同辈的这些友伴互相的这个。交流都让他的这个活动力呢都可以维持，这个也是我们松博育乐长期以来推动长青服务这样子的一个概念。3、2、1，请拉断带，松博乐龄庆40，青银共荣迎未来。
这次接受表扬的松柏学院师生，以传为佳话的就是元老级的书法老师苏景炫，在松柏长达40年的教学生涯，以及101岁的学员姚小汉，他们2人再次同框书法，除了令人深感浓厚的师生情谊和勤勉不服老的精神，更完美体现出长者们智慧传承的价值。101岁的姚先生，非常荣幸跟他认识哈，亦师亦友他是亦师亦友，我是亦友亦师，很有意思啦谢谢你有缘跟你认识哈，那我们一起在书法这个学习的过程呢，很快乐哈，跟其他的同学也是很融洽哈，希望呢。有兴趣的同学的台南市民呢，一起来。年纪大了，无所事事啊，在笔墨之间写些书法，活玩啊。同时写书法都是写一些成语啊，写成语我就会想到这个成语的故事啊，对于个人的修养啊也还是有帮助啊，老笔友对，而且写字都不会老，真的。那父亲本身就是很喜欢写书法，好，他来这边来上书法，一方面也可以让他延续他的喜好嘛，对不对？那他年纪虽然很大，可是他也很愿意走出来，让更多的这个年长的人能够学习的榜样啦，也能够再继续学习，然后精进，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没错，活到老学到老，迎接超高龄社会。台南市松柏学院也将持续体现轻盈共融、活跃老化，来吸引更多长辈投入终身学习的行列。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另外，为了庆祝健保29周年，健保署南区业务组甲台南开基育风宫18号末办活动，有超过1000位医疗院所员工甲民众响应，大家斗阵行台南20个古迹甲特色景点，嘛借此宣导预防保健的观念。3、2、1，加入！伫健保署南区业务组门口讲道进行活动，落嚟顶场，总长3公里，沿路经过台南的20个古迹及特色景点。现场唔但有舞团彩的气氛，还佫有趣味的 cosplay 节目，国姓爷练武功。今年健保29周年，甲开基育风宫合作，邀请民众透过休闲的方式。体验文化古都之美，同时庆祝台南400周年庆跟府城的400年的活动，把它结合在一起。那跟我们玉皇宫来联合办理。那为什么选择玉皇宫？除了玉皇宫是我们这个玉皇上帝在台南的开基庙之外，那长期玉皇宫投入这个社会公益，那么对健保的很多。偏乡的服务帮忙很多。健保署感谢育风宫这3档关键医疗设备，东港庙方境他价关键900万，要来持续提升偏乡医疗服务品质，借此抛砖引玉，强化民众健康。7、8年来啦即个较早政府啦顾袂到的，其实你也看拢是咱这的善心善众出钱出力咱这个健保啦健保的活动再来。甚至讲想尽办法来做一寡会当互大家来参与这个检查。你喺病也未发生以前，你就会当去知影讲你的健康的迄个状况。伫育风宫广场有基美病院、台南病院等单位设达，宣导健康资讯。新台病院提供喙孔体检，健保署安排健保政策宣导，互活动更加丰富。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天气一个小热，当病毒嘛进入流行期，为了提醒勤洗手，才当避免病毒。是历史上美校管理协会8号特别办活动，甲报名参与亲子做伙做手工精油做，同时嘛囡仔趣味的造小相当高水，互大家伫学习当中度过轻松休闲的假日。锅子里面的皂不要一直搅拌，我们先焖着。
为宣导离校保护，促进妇幼亲子活动。时力时尚美学管理协会18日伫静兴新奇公司门口举办一场温馨的妇幼亲子团赏活动，吸引真侪市民全家出动热情参与。现场还安排小朋友歌舞的表演，活动精彩趣味。觉得哪边最难？憋这个最难。憋这个最难。那你觉得有趣吗？有趣。有趣。第一次做哈。妈妈，你觉得这个活动觉得怎么样？很好玩啊。怎么说？很舒压。除了教做手工杀文，主办单位特别伫活动当中加入了离校保护的宣导，让这种活动更具教育意义。这次呢，就是亲子跟妈妈还有我们一些成人来做一些造型，然后最重要我们的亲子互动是针对小朋友，他们能够在青少年这段时间能够顺利的正面的面对一个家庭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要为了儿少保护，然后我们配合社会局来做一下宣导。那最重要我们今天的活动有做，除了妈妈有做头皮梳腰的部分，还有做小朋友的一些像喜欢的卡通人物的精油皂，还有甜甜圈啊，让他们觉得在这个过程的流程当中，他们知道精油皂怎样来做会比较好。基金科技是我们美妍姐的好朋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出来给她鼓励支持，然后呢，跟着她一定会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变得美美的。王丽婷表示，囡仔是父母的宝贝，更是国家社会资产。囡仔会当健康快乐大汉，无受到暴力、色情的威胁甲污染，是大家共同的责任。透过举办宣导以及妇幼活动，做伙动手做精油的杀文，让亲子家庭会当健康快乐度过假日时光。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5月20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